台中市卫生局今年1月伫咧台糖的猪肉内底有验到正肉精西布特罗。今仔日行政院公布调查结果，公布排除是伫咧检验的时受到污染，不过嘛无法度证实讲就是检验的过程当中去摸到西布特罗。因啊，台中市卫生局是出来反驳这款讲法，强调因的检验过程全部合法。 行政院七月召开记者会，公布台糖猪肉互人验出三肉精的调查结果，强调会当排除农业、饲猪的阶段、胎猪分切的阶段、甲卖的阶段有受到西布特罗污染的风险。不过无法度完全排除是台中市安厝伫咧检验的时阵去受到污染，但是嘛无法度证实就是伫咧检验的时阵去摸到西布特罗。该单一检体虽经复验。 确含西布特罗，然而实验室管理未臻完善，且该单一检体在检体袋开封前并未保持完整状态，无法完全排除本事件检验阶段受污染之风险，也未能证实本事件检验阶段受污染。 调查报告指出，台中市安厝是验收的标准品，保存的柜仔锁匙插伫面顶，无真正锁起来。检体的保存甲操作有缺失，而且检体的袋仔内底，台糖原本的包装，伫咧检体袋仔开开的时阵，就已经有损害，毋是完整的状态。阁有检体已经经过22届的重复检验，定量值的精差超过10倍，毋是伫正常的范围内底。 不过，台中市卫生局长伫咧七八台中市议会专案报告当中，就反驳中央的讲法，强调采检的过程是一切合法。第一个，他说我们的标准品没有上锁，但是在中央的法规规定，只有环境有毒物质的那些化学物质才要上锁，有专人管理。一般检验的标准品是不需要上锁的。好，没有这个规定要上锁。 台中市卫生局长表示，中央的法规有规定有毒的物件才爱锁起来。台糖的包装因为有拍开，所以血水流出来是正常的。检验的包装是真完整，袂去影响到检验的精准度，对台中市实验室的检验结果有信心。记者台北、台中报道。